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昨昏接受人访问时，伊承认讲，即嘛有伫咧准备要来接伊台北市长这个亏人。另外，网络嘛有一个作家讲到柯文哲政治上上界大唔对，就是动用蔡壁如来听柯文哲上新的讲法。这是个好问题。你有没有建议？我没有建议，你们党自己有没有想到什么方法？坦白讲，我已经想很久了，还没想出什么好方法。现在是不是党里面有打算要打这个王科感？就是如果你这一次如果选不好的话，可能就没有之后了。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嘛，因为毕竟2022到2024，如果那个能量也要想想看，有什么那个能量撑过去，或真的是选得很差，一下任那就等于就空间就很狭窄嘛，会困难度会变高。那你们现在就是因为像时代力量，他有黄国昌他在打弊嘛？那黄国昌在打弊的时候，看起来他们的政党的支持度是有起色的。那你们这边呢？其实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其实应该黄国昌打弊当然是很厉害，但是我们其实真正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弊案的政府嘛。像台北市政府在过去4年来几乎弊案，我们只剩下那个工友跟人家收红包来，或者很基层的员警跟人家收红包，其他几乎没有弊案。所以坦白讲，说常常一个社会有打弊的英雄，反正是因为那个社会不正常。所以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没有弊案的政府，没有弊案的社会。那这才是我们台北市政府努力的目标。所以人家说，哎呀，你们台北市政府没有什么弊可以打。我说对啊，这才是一个比较欧美先进国家要的模式。为什么现在党内现在有建议，就是说希望不要再一直，就是碧如姐那边不要再一直讲，就是黄国昌不会上了，因为这样子反而会造成反效果。就很客观的分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要是问的话，觉得黄国昌还应该排第一的。如果说以朋友的立场来讲，因为他还是，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嘛。只是说，有时候就实际上选票的计算的时候。不过是这样的，这是时代力量的家务事啊。我觉得你要问的话，我觉得当时我把它排这个，这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如果一直讲这个黄国昌，因为你们的支持者跟黄国昌那边还是有重叠，那如果再这样子一直讲的话，反而对你们不是好的。没有，我是说我们其实这样的，我也跟大家跟我们的那些党务的人讲说，没有必要太去讲其他党的事务，特别是其他小党的事。